喺翻宏福苑嘅現址，政府目前嘅諗法呢，唔會再做住宅嘅，大家明白嘅。佢好似唔想我原址重建，佢好似成份嘢都係主張緊叫你去樓換樓，或者係佢賠償，跟住你再去買其他嘅屋咁樣。有啲人話喂，頌雅路西咧，其實係好偏僻啊，或者乜嘢？對唔住各位同事，我係當區嘅立法會議員，我想同大家講咧，頌雅路西正正就喺我哋一個新嘅屋邨富蝶邨隔離。頌雅路西嗰啲咧，邊個再講咁好住嗰啲，叫佢自己入去住下。建議部門研究，讓災民可以申請喺二手市場購買居屋單位，以及考慮容許佢哋申請公屋。大埔或者甚至其他地方呢，係冇呢個價位有呢個海景 feel 嘅。你揾到嘅話，隨時我自己俾100萬出嚟都得。2025年11月26號，一場大火令宏福苑2000戶居民失去咗家園。呢班災民要住喺過渡性房屋，有啲就要暫時住喺家人嘅屋企。佢哋都好想尋找真相，但係有居民同我哋講，呢一個月淨係要適應新環境，申請援助金，安撫屋企人嘅情緒，已經好攰。真相對佢哋嚟講實在太遙遠，唯一寄盼嘅係早啲返宏福苑，返到之前嘅生活。火災之後過咗43日，社工俾咗一份問卷佢哋，居民都好心急，想睇下政府會推出乜嘢嘅安置方案。第一條問題，喺處理宏福苑業主住戶嘅長遠住宿安排，你認為政府應該考慮以下邊個重要原則呢？隻眼由1碌到第7項，都睇唔到原址安置呢4個字。居民再睇落去，問題2，如果原有嘅宏福苑單位已經唔適合居住，或者就算可以居住，你都唔願意返去宏福苑居住，咁你會唔會考慮接受政府向你購買業權？嚴格嚟講，呢一條 Yes No Question 唔係一個選項，俾居民去表達想返宏福苑嘅諗法。好，咁我哋再睇落去。有啦，第3條問題有一個選項排到最底，寫住大埔有可能興建的新居屋單位地點括弧園區。第9項就寫住大埔宏福苑原址。再望真啲，點解排第9？原來寫住預計2035年或之後入伙。喺咁多個選擇之中，係等得最耐嘅方案。發放問卷嘅第2日嘅朝早，財政司副司長兼宏福苑應急住宿安排工作組嘅組長黃偉倫就喺商台正經星期六一盆冷水倒落居民身上。發生過一件咁不幸嘅事情呢，再做翻住宅，你睇翻外國有啲經驗，佢都唔會咁樣做。咁我哋嗰個地方可能做翻一啲社區需要嘅設施啦，像大埔或者新界東都有唔同嘅設施社區需要嘅。喺呢刻嚟講，我哋呢個覺得如果係原址重建唔係好實際。我解一解點解呢？咁樣嗱，如果話園區嘅安置，其實我哋揾到頌雅路西3年幾，我哋會由依家計下，其實我哋有信心呢2029年之內可以做到入伙嘅。點解呢？咁樣？因為嗰個地方其實有啲我哋叫地基平整嘅裝置已經就嚟打完咁滯嘅咧。俾一個正常嘅，譬如一個公項目發展或者居項目發展，由開始到做到呢，其實我哋講緊係6年到嘅時間嘅，因為要做規劃啦，跟住就係地基啊，跟住要建築啦。首先，如果我哋話講翻原址重建先呢，係咪真係要10年？其實我自己覺得佢係唔太想做，而俾一個最慢嘅答案你啫。因為老實講，你咁樣統計下，其實都唔會有全部人想翻去噶嘛。咁你就算收購業權，你咪等嗰啲
即係嗰啲人做晒先，原址重建最後先搞。咁其實唔，因為你如果話最原址重建最後先搞，其實我哋法規上我哋唔會話好耐要諗好耐啊嘛，一諗就諗好咗噶啦。咁個處理時間會快好多啦。咁你話建築技術上還唔還原到？咁啊有工程師講話可以用翻黃福園嘅圖則整啦。咁另外你話技術上都可以參考，譬如國內其他城市咧，其實係咯，即係好似之前有街坊講就係盼寶新村譬如話4年咁啊起咗拆咗40棟，起翻17棟，每棟都19層，咁仲要佢其實我哋話福園而家呢個 case 可能都係起翻3棟、4棟咁樣嘅啫喎，即係唔使咁多啲喎。咁我哋就會覺得其實你講呢個10年。呢個問卷啦，或者講呢個10年，都係一個作用，想令到少啲人揀啫咁樣。政府咁快落閘，明報、星島日報同信報嘅社論都為政府解釋，政府之所以話原址重建係唔實際，係因為網上傳言政府會將宏福苑嘅地皮撥俾華懋起豪宅，所以就用強硬嘅態度回應坊間嘅流言蜚語。另一邊廂，居民收到問卷之後，都即刻作出聯署。喺1984戶當中，有1/5嘅居民，至少400戶支持原址重建。但係有議員就認為聯署係假冒嘅，而且亦都有煽動嘅成分。亦都有啲聯署啦，去派發出嚟俾特首話要去原址重建，其實給予政府壓力。咁其實我自己手上面跟咗個個案呢，當然你有冇人想翻去咧係有嘅，但係咧有部分嘅人佢係冇清楚了解特區政府或者係社會環境裏面俾佢嘅局限或者個選擇之下，可能做咗呢個話我想原址重建，邊個唔想翻屋企啊？梗有嘅。咁但係呢啲咁嘅言論啦，係咪能夠騎劫咗所有災民嘅整體嘅利益，甚至香港整體嘅利益呢？我又覺得呢部分呢，特區政府係要予以留意。亦都上面寫住法律聲明係話，只有業主先可以填嘅。如果你唔係業主冒充咧，有法律責任咁樣啦，有晒單位啦、電話啦、全名啦。咁你覺得冇法律效用，你咪自己去對咯。即係我哋用我哋嘅能力去 mark 咗最啱嘅嗰個資格啦。冇理由我哋街坊個群組入邊都係得個1000人。嗰度400零戶，喂，我哋都統計到，你唔會同我講你咁大個政府去對一對啲招咁難。雖然暫時政府冇否決到原址重建，黃偉綸更加改口話原址重建係好大挑戰性，但係我哋睇返官員嘅言論，喺姿態上原址重建並唔係政府嘅優先考慮。總括一下，政府拋出3個方案：第一，政府回購業權，俾業主喺市場自由購買單位，未補地價單位平均實用尺價大約係6000蚊，已經補地價嘅單位平均實用尺價係8000蚊。但係有居民反映呢個尺價係宏福苑受大維修所影響嘅尺價，屬於近年樓價最低嘅尺價。第二，政府回購業權，俾業主買新居屋或者綠置居。政府有9個新居屋地址，九龍有啟德、九龍灣，原區嘅居屋有頌雅路西同廣福村公園。第三就係樓換樓，業主無需向政府俾任何嘅差額，以物易物嘅方法換取價格相若嘅新居屋單位。我哋訪問咗5位居民，佢哋都係80後、90後嘅業主，佢哋就覺得樓換樓對佢哋最唔公平。特別係坐向吐露港海景嘅單位，呢啲業主就覺得樓換樓嘅方案令到佢哋有所虧蝕。完全係向下降嘅質素嚟嘅，係啊，即係譬如以我為例子啊，有啲人話你換咗樓換樓，你換新樓喎，舊樓換新樓，咁我當年我都有資格自己去揀買新樓定住邊區嘅，咁。但個問題就係，我就係中意佢個圖則，我就係中意佢呢個景觀啊嘛。咁再加上你哋即係任何人都得㗎，你去地產鋪揾啦，大埔或者甚至其他地方呢，係冇呢個價位有呢個海景 feel 嘅。你揾到嘅話，隨時我自己俾100萬出嚟都得，
即係如果你揾到呢個尺數呢個價錢係冇可能揾到嘅。我做個比例啦，我做個對比啦，最近白石角600零700萬私樓，佢都係得個海皮邊係得個一角落頭望到嘅啫。咁但係我唔係喎，我500零萬，我無論書房啦、客廳啦、睡房啦、廁所啊，甚至廚房，我所有窗都係望住個大海喎。係啊。我最想咧就梗係原址重建啦，因為嗰個地方係我哋自己揀噶嘛，即係嗰陣時大家買嘅時候都係自己揀地方，跟住因為我唔知以前啲人居屋係點咧，但係因為我哋係買自由市場補價嗰種，補咗地價嗰種，所以係真係自己去選擇嗰個地方，因為居屋可能係要抽籤嘅，佢哋可能係抽地方嘅，但係我哋就係自己揀嘅地方一定係最中意噶啦。咁嗰個位置，即係嗰個地方，我哋都有好多回憶喺入面啦。跟住二嚟就係大家由裝修點樣設計間屋、揀家私、揀磚呢啲，全部都係一手一腳去揀出嚟嘅，亦都係我哋自己建立，即係叫做自己出咗嚟社會建立嘅第一個屋企，所以我哋都好想原址重建，可以去返嗰個地方住。宏福苑至少有3棟樓宇面向海景，可以話係大埔嘅 Dream House。如果用樓換樓嘅方法，的確好難換到同一價值嘅單位。啱啱上任嘅立法會議員，唔知又聽唔聽到居民嘅聲音呢？民建聯、新民黨就強烈建議喺大埔頌雅路西嘅安置方案，而所有嘅政黨都冇提及過原址重建。有啲議員甚至建議政府俾間公屋俾居民。此外，建議部門研究讓災民可以申請喺二手市場購買居屋單位，以及考慮容許佢哋申請公屋。嗰個地方有啲人話：喂，頌雅路西咧，其實係好偏僻啊，或者乜嘢？對唔住各位同事，我係當區嘅立法會議員，我想同大家講咧，頌雅路西正正就喺我哋一個新嘅屋邨富蝶邨隔離，亦都有好多嘅社區設施，亦都係喺附近呢，有我哋嘅富亨邨、富善邨呢，有一啲嘅公共交通交匯處，亦都唔係一個話喺山卡拉嘅地方嚟，只要去行一行呢，就知道嗰個地方。咁所以如果有啲災民佢揀頌雅路西嘅話呢，呢個其實我唔會咯。我如果要住，即係首先頌雅西頌雅路西嗰啲咧，邊個再講咁好住嗰啲，叫佢自己入去住下。即係住大埔咁多年都知，嗰度叫做最入嘅地方，冇人會去嘅。即係入到離晒大埔，你由嗰度咧，你搭巴士出翻地鐵站咧，你起碼要半個鐘。但係我講我以前行過去，可能係我行得快都係7分鐘啫，係啊。行路啊，你搭巴士要半個鐘喎，配套所有嘢未搞掂，根本嗰啲就係，如果講頌雅路西就係講啲就係點講好啊？佢只不過佢有個 project 搞緊，就順便想快啲搬你哋過去，咁樣搞掂你哋啫。返宏福苑呢個願望至少要等10年。一班80後、90後嘅業主對於呢個10年都有啲猶豫。有啲業主有小朋友，咁啱小朋友要升學，佢哋都考慮搬出九龍住。其實係我老婆係唔好想嘅，即係因為嗰個位置，即係我估係大家好多啲唔開心嘅嘢發生咗啦。咁你翻去嗰個感覺，我估即係我老婆就覺得唔係咁接受嘅。咁其實我都同意嘅，即係我相信亦都唔係個個業主會想再翻去嗰個位置嘅。咁但係都有啲業主就係因為你俾唔到個其他啲嘅好嘅選擇嘅時候，咁其實即係某程度上，即係最理想就翻原址。原址其實佢哋有個意思就係覺得，因為有啲人即係另外一個方法，即係唔係另外一個方向去諗，就係覺得本身即係我都住咗嗰度咁落去，即係有啲即係叫做有啲感情，或者都係嗰個地區裏邊個生活即係我即係習慣咗，亦都知道即係邊度我可以買到嘢，邊度係啦，即係去邊度玩，咁我都自己即係中意嗰笪地方。咁大家其中一個公平嘅方法啦，相對啦，我聽過即係我哋又唔係政府啦，我哋覺得公平嘅方法可能係嗱，咁佢照賠翻個 cash，即係個 cash 啦。
然後喺我哋喺二手市場度揾一啲居屋，即係當翻我哋，譬如我哋未補地價嘅，咪跟翻我哋嗰個去買翻，即係用個價錢去買翻我哋自己揀，其實可能都係一個方案咯，我覺得都叫做大家都合理嘅方案咯。即係你覺得佢純粹賠償一嚿錢俾你？當然你賠償夠錢，其實你問我咧，我哋都唔想煩嘅，即係嗰嚿錢其實我哋即係我其實都係想要個居所嘅。你問我最理想梗係想喺啲即係可能啲九龍啲中間地方啟德啊，咁我覺得個個都賺嘅，即係個個都想要嘅嗰個地段。咁最好梗係咁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嘅，我覺得一個公平啲、退而求其次嘅，就係俾翻一個即係唔好6000蚊咯，即係一個可能再合適啲嘅尺價，跟住我哋攞咗一嚿錢去換翻其他即係二手咯，因為二手可能未需要咁貴啊嘛。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叫做相對合理嘅方案咯。唔多唔少都會有影響嘅。講緊10年之後已經係36年咯，嗰陣時都已經有人生又去咗另一個階段。咁等到咁長時間嘅時候，究竟即係值唔值得咁樣去等落去呢？究竟到時起完出嚟係咩樣呢？又或者佢係咪真係10年就一定交到樓呢？即係呢啲好多未知之數都係要再詳細討論。但係我自己會 prefer 我點都表達咗我意願先，即係我都係會好想原址重建嘅。咁佢遲啲再公佈究竟後續佢哋會點樣，或者到時有啲咩方案再揀嘅時候先再作打算。我哋訪問咗唔同嘅居民，佢哋嘅情緒開始平復，亦都好冷靜去諗邊個方案最適合自己。火災之後，佢哋失望咗好多次，大家都唔想有太多嘅希望。記者就問咗一條問題，俾居民最壞嘅打算。咁如果有即係佢嗱，我覺得佢可能過多陣啦。如果政府真係撇除晒原址重建任何嘅住宅可居住嘅地方，咁你會有啲咩選擇同埋有咩感覺啊？我會選擇移民咯，係啊，我會選擇移民，甚至返大陸，或者係即係如果你喺佢嗰個方案上，我就睇下佢賠即係如果真係冇原址重建啊，就睇下賠翻幾錢咯，同埋睇下佢樓換樓嗰個制度係個尺數係換成點咁樣啊。因為對於我嚟講，所有都蝕㗎啦。一嚟我唔覺得佢賠個錢可以賠得翻，俾我買翻差唔多嘅單位，亦都買唔到啦，冇可能買到啦。咁另外就係佢樓換樓個，即係變相其實佢想個按揭嗰部分易搞啫嘛。你換咗第二層樓，咁你咪成份契過去，你咪我供嗰份咯。但係如果我點會即係你居屋，你最貴嗰個都係480萬。而家要我530萬供一個自己唔中意嘅單位喎，係咪先？我花咗一個咁高成本喺呢個地方度投資，就買一個最低風險嘅即係房屋啦嚇。做一個基地嘅時候，你連呢啲咁嘅少少基本責任都懶得做俾我，咁我仲投資喺你呢個城市做咩？